與粉嶺區一眾私人屋苑相隔一條馬路嘅馬屎埔村，正面臨因為發展而被清拆嘅危機。歷史長達60年嘅馬屎埔村，現今仍有唔少居民以種植蔬菜、有機農作物為生，更有村民經營社區農場，向公眾舉行導賞、生態遊、工作坊。村民生活樸實、悠然，對呢片土地充滿濃厚嘅感情。以前咧係種菜多嘅，種菜啦，譬如季節性嘅瓜啦、豆啦，都有種㗎。好靚嘅番茄啦，係啊，冬天又種豆苗啦，韭菜、枸杞啦。近年政府提出新界東北3合1新發展區，表明為促進港深兩地經濟發展同埋應付人口增長，建議發展粉嶺北、古洞北同埋打鼓嶺3區成為新市鎮，涉及大約787公頃土地。如果落實發展，將會喺2017年展開工程，屆時將有數十條鄉村被拆毀，逾萬村民被逼遷，佔全港1/7嘅耕作農地將會消失。農夫咧，你要佢上樓咧，咁即係或者你而家收晒嗰啲地嚟起樓咧，即係叫佢。我哋睇到好多原因要去發展，都唔係一啲好合理嘅原因啦。即係你話冇土地，人口好多要去發展，做深港融合，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深港融合先啦，即係都冇同香港人討論過。究竟城市同鄉村能唔能夠和平共處？城市規劃應該擁抱多元性，定係單一發展？今次規劃究竟係為邊個發展？為港深融合？為大財團？定係真正為香港市民？香港200嘅學員係咪應該喺香港長遠規劃上面添上一筆？